房子。很乱哦，不要乱用。还是这里？没有了，先放到这里。先放到床上。这就是那个啊，登记的时候穿啊，登记完就可以脱了。脱，因为天气今天有一点太热。不用。明星哎。不是皮，它是比较有，紫色。那你袜子选了吗？我的袜子我觉得要选。有一次他问我，要结婚吗？人家忘记，他说，没有，我没有跟你讲。我说在车上很久很久以前，你有提醒我。那我说，真的吗？那时候还没那个啦，就是台湾还不那个嘛，没有通过。那时候的法律好像是两边的国家都要是可以允许的，你才能合意结婚。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哇，那这辈子新加坡是绝对不可能的。对，所以就觉得 OK， 好像没忘了这样。可是因为他疫情3年又没有回去，然后又有问题，就是会被注销的问题，所以那时候就有点矛盾。对，那时候开车的时候很认真想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认识的时候是我什么时候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时候刚拍节目嘛。那时候我就会认识，就是觉得说，如果有一个人要跟你在一起，可是那时候你是什么没有？那时候我的存款是已经几乎是0。后来我们在就是这种状况的时候，就开始得到一些好的消息，就是得到米其林的通知啊或什么，我就觉得丰收的果实开始出现的时候，你就觉得在你什么时候都没有的时候，可是有一个人他相信你，而且相信你会成功，而且相信你所有的 idea。Is it like that? Like to be more like that, like a preacher. 好，走。这东西确定。我觉得，我的鞋子。等一下，水呢？等一下啦。Hi everybody, my name is Phil Han Siu Gong. I'm from Singapore, I'm 53 years old, and I moved to Taiwan. I started a small business, Hakka Fusion food studio with my husband Ted in Shilin called Monsoon. Also, I got married here in the first time that Taiwan allowed same-sex marriage with foreigners. Yeah. 我现在头非常痛，我都没睡觉。那怎么办？就弄完，赶快可以回家休息，赶快办完先的。今天的规划，我觉得你爸爸可能到时候也会说他不想，就是到时候要出门说我不想去，也有可能。有可能。对，他跟小英说我不想去。对，也有可能。帽子把它挂上去。哦，到了。这个。谢谢。
恭喜恭喜！太可爱了，哈，我拿。什么你拿？你就是要拿。你抽号码牌了吗？啊？抽号码牌了吗？还没。这个是 Rita， 她的高中朋友，正朋友，还有 Amber。Hello， 都是好朋友。就我们应该算是从小就是15岁开始，15岁认识到现在。我专一起出国就去新加坡。对，第一次出国也是跟他们2个，然后我们第一次出国就是去新加坡。然后他的毕业典礼，然后当兵的时候我们都有去。人生重要他们都有参加，所以不能遗漏到这一块。然后可以去那里。对啊。现在我有 ARC 居留证。The head is very funny. 那个这个 head。嗨，光爸嘞。好吗？好吗？没有啦，随便。哎呀，这是光妈，你是干妈？你是干妈？千羽，花莲，对。他们也是客家人，你早在拱他了。今天我要当他们是证婚人，对，很开心。新郎新娘在这儿。好吧，好，很久。等你们签名。这位是光爸。你他们去哪里？啊，新加坡。然后这个关系人就指你，这个称谓就写配偶。然后你的资料写一下。我觉得很方便啊，很顺利啊。他们对我们好像没什么问题。我一开始我是从这里申请一个叫什么 Registry of Marriages， 他写下来是说我没有结婚，这是最重要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打电话过来，他说要一开始要有那个翻译，那个翻到国语，但翻到国语的时候，你要回去新加坡去登记，要把它签名，对不对？要签名有英文的，还有国语的，但才可以回到这里开登记。第一个，我们在弄这个书的时候，其实就要把法律的条文里面内容是不一样的，就是它是有一个很标准，叫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施行法第4条。那一般一些人不是这一条，所以如果你在上网随便找，你是不能申请的。所以你要先把法律条文搞懂，就是我们法律条文是不一样的。很多现实层面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这种证明才能，譬如说他生病住院的时候，我才能签名嘛，这就是现实的层面嘛。很多事情在眼前，如果想要完成就去做吧，不用什么等到以后，不用什么等到几年后，就是now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打开。我没有做过。Wow, so official. When I first met Ted on the app, I felt something really different. I never felt like a connection before. And what was interesting at that time, I was also dating other people, but I felt like this was it. Like I didn't need to see any other person anymore. 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就安排了一个环岛的旅程，然后那时候我还有养一只狗嘛，然后我们家的狗是瘫痪，然后它又是很大的狗，所以就会很明显的考验到那个喜好无法假装。如果这样的话，他愿意来，也愿意一起旅行的话，我觉得很快速可以知道彼此适不适合。它真的给我一种感觉，很 very warm feeling. It's like it's taken me 50 years of my life to finally meet somebody like him.
I think it's like I've been searching for him, and I never knew that, you know, I would meet him eventually. Yeah. Every day I am very thankful for him. It's just like I feel very lucky that I'm able to, you know, meet him in this lifetime. Yeah, and hopefully maybe one day in another lifetime I hope I get to see him again. I think it's, yeah, it's quite special. Sorry.我们的概念是 share 的，环境的设计都是，我觉得都是 Ted， 因为他的 idea， this is his concept. I feel like his life he never had a chance to really express himself. Let him 好像英文叫 blossom. 我在切那个红枣，然后再放在蛋糕的下面的部分。对，我觉得这个是最辛苦的，是要拿那个叫什么那个seed拿出来。对啊，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有时候没有切好，跟客人有吃过。对啊，很拍摄。台湾的餐厅的服务非常高级。台湾人对客人我觉得服务非常好。我觉得我不能抓到那么the standard. I cannot get that standard, but I can 自己创造自己的比较友善、比较有礼貌的方式，可以招待客人。对啊。我们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背后都是在挖掘我们到底是谁。那或许就是在我们每天日常服务这些客人的过程中，他找到了某个他自己。欢迎到某树，你们两位有预约哦，高先生，来请坐。请坐，给你们好位置，请坐一下。你好，欢迎来到猛树。那猛树是以世界的客家为主题的空间。这一期的菜单叫 The World， 刷 QR code 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吃的菜单。在桌上有一个 Rainbow 卡彩虹卡，它是245张不一样的卡片，跟脉轮有一点关系，大家可以翻开来稍微看一下。那我是一个厨师嘛，那我就是用料理去说我想要传递的事情。猛树就是我们想带大家去看的是世界的客家。我还没去过马来西亚啊、泰国啊，去看到这么多不同的客家人他们的饮食的时候，我的确会陷入到一种客家饮食就是这样。就当我有机会走出去的时候，我会觉得客家饮食其实很多元，跟我想的根本不一样，跟台湾的客家根本就是不同世界。这件事很好玩，甚至这件事情还有好多空间值得我们去探索。接下来我们吃的这一道叫汤圆的自由式，
它的概念是从台湾客家的咸汤圆跟马来西亚有一个客家菜叫蒜盘子演变而来的。菲尔的妈妈是马来西亚的客家人，所以他来台湾以前他没有吃过咸的汤圆。在我还没去过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也没吃过什么叫蒜盘子的客家菜，所以我们把2个菜变成一个新的菜。今天这米其林介绍我们的时候，他们觉得很有趣，是因为以前他们不知道台湾有客家这么大的族群在台湾，而且客家饮食竟然是他们不理解的。第一开始收到这个信是去年的8月，先收到 email 之后就无消无息这样，然后一直到12月才突然从社群媒体有人就说，你们在那个米其林指南里面，我说有吗？我们没有，他就说有，他们今天公布，然后我们在车上就哭了这样。就觉得很不真实啊，因为那一个阶段，就疫情那时候生意很不好嘛，然后就一直有在说，到底我们这个空间到底还要不要继续下去？车上就收到这个讯息的时候，就有点是强心针，就是说，至少有人懂。国语叫什么 category？ 他叫我们 New Hakanese， 我觉得很棒。谢谢。最后一道菜是我们特别的纯素甜点，那下面的部分呢是有杏仁，还有加一点椰子油，还有特别的是红枣。那个酱呢旁边是桑葚。那今天的餐都上桌了，希望你们吃得开心。好，谢谢，请慢用，谢谢。他家人来台湾，或他家朋友来台湾的时候，会一直说：“韩秀光，你变好多哦。”就是说那个变，就是样子也变了，就是因为他以前很在乎自己的外观，每天要穿什么衣服，因为在广告公司上，每天要穿什么衣服，头发要弄什么啊，然后眼镜要配什么眼镜，鞋子要穿哪一双鞋啊。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如果你要做餐厅的话，你不可能这样做，说你每天都在浪费时间。我在新加坡工作的时候，我都觉得很烦啊，每天都要弄头发啦，什么说，他支持我说弄光头啊，比较好看呐，就说好啊，那我就弄光头。大家要爬那个上去，为什么？要走那个上去，然后走那个。我有一点怕啊，但是我又，你哪里可以上？你上不来啊。怎么上啊？爬上来啊，可以吗？害怕。今天很多人，那个。好热哦！这很久没来这里。左侧这边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这里长得很大，以前没有那么满满的。Everywhere I live, I like to be close to the water， 比水靠近。我不知道为什么，而且因为我们的生意是在士林，每天有机会可以回到海边，我觉得很棒，真的很舒服。其实一开始在他刚来台湾的时候，其实第1年的时候，他理解客人的大概只有30%，所以他其实，在很多工作上其实是很紧张的。他对自己语言这件事情很没信心。对，所以那时候我就会一直鼓励他说，其实你听不懂，你其实可以，就是如果你喜欢这里的话，你要找到一个你喜欢的方式跟他相处。我从小不喜欢流汗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我会把它放在家里，然后我就说，我要去看夕阳。他只要觉得外面很热，他都不想出门。现在全身体流汗。他也是很夸张啊！他在新加坡的时候，他会随身携带换洗衣服，然后去到朋友家的时候，他就说，我可以在你家洗澡吗？我说哈，就是去到别人家说，我可以在你家洗澡吗？在关系上的话，
我们俩是很截然不同的方式。譬如说，我在关系上，我能够看待自己是一个人的时候，独立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可是他在关系上的话，他比较都是建立在两个人一起做什么事。可是对我来说的话，就是我可以分得清楚。譬如说，我自己有自己的工作，我会去工作。对啊，也就写那个梦啊。对，他一开始对写中文字很没有信心，可是我觉得不是中文母语的人写书法中文字，它有一种很独特的美感。所以那时候我就常常带他去那个衡山书法美术馆看展览，然后让他知道说，书法其实不是只有正楷才叫书法，书法的世界有无敌大。他其实是用这个方式再去跟中文更亲近一点。但是他的家人来台湾的时候，会很惊讶他的中文是从0到60、70这样，就是至少可以理解别人至少80%的意涵。那他自己就会觉得说，或许他在台湾这3年的确发掘了很多以前他不认识的自己。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可以跟他好像当成好像他好像是我的 creative director。Ted 真的帮助我很多，因为他说现在要花时间自己去帮自己画画，因为我画的时候代表是好像给我比较有舒服的感觉。回顾这3年来，很多人都会笑我们说，你们都几岁了还在做梦。我妈都会用客家话说，你走嘛个东西，你到现在还在做什么东西？就是我看不出来，那捆不懂你得走嘛个东西，就是他希望我就是至少赚多一点钱，至少有一个稳定的职业，所以就会一直鼓励他说，他其实可以去写这些字啊，不管以后我们可以发展出商品啊，变明信片，甚至以后我们的菜单的概念可以用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运用的这样。现在要去小妹妹的店，很久没有跟她聊天，因为太忙了，因为我们开店然后很忙，那有机会就一定会去找她。是第一次可以有机会可以去她的男朋友的餐厅。看起来就像日本人。Hi。How are you？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很湿。哦，来，坐，take a seat。谢谢。Wow, this place is cool. I know. It's a very stylish and very 对，很有风格。非常有风格。对啊，老板细心打造。这是小英。她是我的妹妹，好像不是，好像叫什么 step sister。应该是说算是爸爸是继父，对，就是爸爸再婚，妈妈再婚的一个概念，对。但是我们很年轻的时候，我有跟他们一起住。对，他在读大学的时候，美术大学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是在读国小吧，好像升国中的时候。对，其实我也很讶异，就是他会选择来台湾生活。对，因为我所知道的就是他在美国工作，就是生活好一段。就是生活也过得不错，当然也很高兴，就是说他跟 Ted 在一起，决定在这里台湾就是住下来。谢谢，那么棒，那么多花，很多人给花，等一下我会一起拿。紧张。
哎，对对对对，爸爸来了，这是他。他看什么？看那个剪拍。Why is there a camera? 哦。Yes, congratulations.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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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爸。Thanks for coming. Thanks for coming. Huh? Thanks for coming. Yeah, I don't have enough cash. You don't have to give 红包啦。You need 啦。Small, just small. 意思意思哈。You need 啦。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一开始有一点担心，因为他在这里，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反应。那后来我觉得，哎，好像还不错啊。他有给红包。啊？收到的时候，有一点不是说惊讶了，有一点哎，为什么有送红包？但是对我来说是代表是很好的，我觉得他应该有一点变化啦，他应该这几个礼拜他有一点去想一想为什么。我与在车里一定要来。恭喜恭喜！谢谢谢谢。感觉他爸爸今天很 nice， 对，我觉得他现在就很开心，他们家还是在没想到他爸爸竟然孩子有那个家会给他红包，因为他爸一开始是骂他，所以我不知道是那个他妹妹可能有跟他讲一下。他妹今天本来要上班，本来不能来，然后他妹就去请假，然后带他爸爸来。在他要结婚的1周前吧，对 ，Phil 就是有传简讯给爸爸说，哦，那个我们5月10号，对，要去登记，对，然后地点在哪边这样，然后爸爸就已读不回嘛，然后他就跟我说，哎，爸已读不回，我觉得他不会来。我说，OK， 对。然后我后来也有跟就是爸说，我说有去参加，然后呢人有到，我觉得这个比任何事情都重要。Even if 他是天主教，对，就算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无论如何，你就是因为你的儿子去，而不是为任何原因去。我觉得他可能也知道吧，如果他不来的话。你一定会错过些什么东西，对，那这种东西是那种时间，就是那只有那一刹那，你一旦错过，就真的就没有了。哪有？他都拿不出来，可以了，能戴尾戒这样。爸爸好厉害哇！爸爸今天很开心啊，对啊，我也像是哦，很开心，吃很多，被他去照相的时候刚开始不愿意，对啊，因为把他推进去，我觉得不错啊，那个照片。没有看到你们准备，他想说怕丢脸啊，为什么丢脸？就是其他人有这样，好，我也不能太那个，所以还好你们有来。那你们都知道，新加坡其实同志是不合法，你知道吗？做啊。新加坡原本同志是非法的，他的朋友在新加坡就是都是会保持距离啊，就是会
也不敢很亲密啊。可是他们来台湾旅行就会手牵手啊，然后就会穿情侣装啊，就是会，就是会装，对。但是在新加坡他们就不敢这样。对啊。他觉得这里有自由嘛，比较有自由。所以在这边比较自在。对，因为一般的都是基督教徒跟天主教，他们有一些，因为我在那个 chat group 我已经写说我要办婚礼，只有是比较年轻的亲戚们会回答说恭喜啊，比较老的一般的不会回答。我的家人都是天主教，大姐跟二姐是比较they're a bit more how do you say serious about their religion。我的大哥有一点跟我一样，国语叫什么灰心啊 ，it's a bit disappointed in the religion. We still feel a connection to God and whatnot, but we feel the church is wrong in the way they're doing things. They're not modern and they're not realistic.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I left Singapore, because I had enough. I had enough of, you know, my parents being divorced and then people looking down on them into the church. 天主教不让那些离婚的人去教堂，他说不可以去。What the F is this? You know what I mean? And it's like, what kind of society is this? I don't want to be part of this. 生活在一起不容易啦，真的不容易，真的。对啊，问过来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要讲客家话。好难，我就喊的，你们就喊的啦。那行啊，那行啊，这辈子讲啊，少，不容易啦，真的要好好珍惜啊，好好对待。就这样。干妈客家话怎么讲？你的阿妹。嘿啊，你的阿妹。哇！我不会自己这样讲，说你的阿妹。你的阿妹哦。你的阿妹。你的阿妹，你的阿妹，这好像很奇怪。好像用剪来的。剪来的。听起来好像不太好听。而且你的妈妈现在叫韩先生，以前都是你的朋友，现在是韩先生。在面对到他家人的时候，他家人就很难对我们说出祝福的话。对，就比较难这样。别人我可以同意，对，但是我家人最好不要。对，就是这样子，会有这种感觉啊。对呀。所以以前我也去参加那个同志的，在新公园那个228公园那边游行，我也去参加过啊。实际上这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最重要是我认同我自己。台湾现在渐渐步入，实际上是一个。我是觉得是一个进步的社会，对，所以变成接纳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思维模式，有什么不好？对呀。因为父母其实是最了解孩子的，其实父母或多或少早就知道，可能比你还要早就知道你的内心、你的世界在想什么，因为在你还在不确定的状态下。那如果你小孩是怎么办？你会？我一开始我会挣扎，我一定会，因为总是会。传统的那种期望一定还是会说啊，我的女儿以后嫁个好人家啊，我的儿子以后娶个好媳妇。可是如果今天真的碰到了，我觉得还是会面对，因为孩子跟父母吵架，赢的永远是孩子，因为没有一个父母可以熬得过。到最后都妥协。真的，这是当了父母之后才知道我爸和我妈有多伟大，对不对？尤其是 Ted 是来自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家庭。你要等到他爸爸说好，我同意，我觉得是这辈子是不可能。我爸爸连坐在病床上在洗肾都穿西衬衫、西装裤。我觉得社会还是有很保守的势力，不管是在宗教上，或者是说传统家庭的意识里面，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大家想象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法条已经通过，所以每个人都可以结婚啊，大家应该很自由啊，大概应该没有像以前的压力啊。其实我自己还没找到一个很好的方式去有办法说给家人听。或许我妈妈有可能准备好的时候，妈妈可能会问我说：“哦，原来你结婚了。”因为毕竟我都觉得迟早，或许她已经知道了，只是她觉得她选择用一种不一样的方式来理解这件事情。
这是我的表妹的女儿 Rachel。你好。从新加坡来，我们今天要上有一点要爬山，阳明山，吃一点饭，然后走一走逛逛。这是第一次来吗？没有，这是第一次见到她在台湾。You're Chinese, you pass Chinese, huh? Yeah, of course. Wow, better than your uncle here. 可以讲吗？但是我跳绳。哪里？你讲的不错啊。比他一开始好了，他一开始对完全非常没办法讲。他一开始在餐厅做 service， 他会很害你。Even now the customers all say, 哇 ，Phil 你完全有进步哎。看你好像网红。走吧。They really know how to enjoy themselves and Yeah, and it's just like the serenity of it. Yeah. Like don't need 不需要那么复杂。要看到人。那可以像刚刚那外国人他们。对，外国人。他其实他不是外国人呐。我说刚刚有3个外国人。哦。Yeah. See the sulfur, amazing, right? It's look. 你下雨来的时候，它更有那个。对，有那个 the smoke 那个味道。还是可以。Volcano is active. Yes. 第一次来阳明山，对，很 surprising 啦，因为我不知道是个火 like volcano 火山，对，我觉得台湾人知道怎么 appreciate 这样享受这样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新加坡如果有山有花园有这么大的，可能吧。但是我觉得新加坡人很匆匆忙忙，对。但是台湾人会知道怎么好像 slow down. Yes. I think Singapore we are very close-minded sometimes, so we are not very open to like bigger ideas. And 其实我去别的国家。Actually， 我的眼睛会比较开，好像我们 like we are all living in a bubble. Yeah. And I think you experience it for yourself. Yeah.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新加坡人忘记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your life. Right. To stop and like to. Yeah. Just like for a while to pause. 暂时去看左右啦、风景啦，什么是对你有好处。I feel like that.LED light 吗？我有 head。等一下我们去那个上面那竹林那边。好。OK。好。谢谢你带我们去地方。他很棒。对，你老公很棒。哦，谢谢。老公 ，the first time that he used the word 老公 ，he was talking to some client. 我老公。He said, "Oh， 我的老公。"哎，哦 ，first time never use 老公 before. 其实很久，他已经跟我讲Ted 的事情啊。我跟 Ted 在一起，他是我男朋友，他们要开餐厅这样。2个月前，他带Ted 回来新加坡，是我第一次看 Ted， 但我就看到他这样的人，我就知道 OK 是对他是很好，因为他很适合，因为我觉得 Ted 让他比较。like humble， 比较 grounded， 比较 down to earth， 好像因为有时候他可以很 feeling， 你知道吗？好像有很多东西很感，是那个新加坡人 in him。对。但是 Ted 我觉得让他比较放松，比较 chill。对。Hi， 可以 go up first. Welcome to Monsoon. Finally you're here. Yeah, finally. Let me turn on the lights. Wow. 很美啊。So what do you think? Very nice. I'm so glad you're here. I feel so proud when I see this. Oh, why? It's like, wow. Finally, yeah. I mean, most of it is already inherent, and then we just bought and took over a lot of the things. Restaurant? Huh? It used to be a restaurant. The guy that we bought it from went on to win
Michelin also Green Star. So we all say that. Yeah, number one. So we say like maybe this restaurant got luck. 有好运。Yeah. Hey, and something familiar. I don't know whether you've seen this before. Yes, I know. 他给他看大姐的。他大姐，他知道啦，他知道。I don't think I'll be able to do this in Singapore. This? Yeah, it's kind of like. So yeah, I think it's very hard because in Singapore, like not a lot of people are very brave to start their own restaurant, right? It's very hard because the rent is really high. Yeah, like Tanjong Pagar. I think this would be like a Tanjong Pagar, like equivalent, right? With like $30,000 a month. Yeah, it's quite crazy. Seriously. Yeah. Oh, he's got a gift for you. I'll give. This is our monsoon kombucha. I drew the whole thing in front. So, if you have kombucha. 他画的嘞。So if you turn it upside down, you'll see he has a mouth and he's like laughing. So that's the whole fun. It's a fun part of it. This is pandan, and this is jujube, and then there's like brown sugar. It's supposed to represent. These are the flavors. 看你的餐顶在一个 like Michelin guide 是很好的。It's like very. Wow. I want to cry already. It's like 我替你很骄傲。谢谢。I think it's him and us. I think it's a lot of him. I think just really doing what you love and just really doing it. Just remembering where you come from and when you have to survive and you just live on ramen, but you still keep doing it because you know that something good is going to happen and you keep praying. I think prayers have helped us a lot.通常他让我下车的时候，但他会去市场买菜，我负责是打扫，准备开店，因为这是老的空间，通常每天都要扫地，我很喜欢干净净的整齐，因为我觉得为了客人要有一点比较吃饭的环境就比较干净，就比较好。在客家，有时候做生意会拜那个地基主嘛，甚至会拜把贡啊什么，其实都会去尊敬一个空间它原有的主人，这样来和结束工作的时候都会这样，就是会跟这个空间打声招呼这样。我上来的时候，我就说，谢谢你们哦，谢谢你们，我们来上班了这样。哦，你说，对。哦。然后下班的时候。我通常因为这里要下楼嘛，会关灯，然后就说，今天先谢谢你们，谢谢大家。那其实我会就是每个方向我都举躬说，谢谢，就这样，对，这样，然后我才会离开这样。那久而久之，就好像一种仪式感，他就会开始一直看我到底在干嘛，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有时候我没在这里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上来的时候也会说，大家好什么的。把这个空间当做一个人在对待。一开始开这空间，其实我们没有压力，是有人要丢钱给我们做。可一开始后来我们决定要自己做的时候，就会变成从自己口袋掏全部的钱嘛，那个压力就很不一样。然后要面对事情的时候，就没有像以前那么的乐观啦，就要考虑到很多现实的层面。因为没有经验嘛，对不对？那一定有一点好像害怕，因为我通常是上班拿薪水。因为我一直想，那怎么赚钱？对啊，但是后来慢慢一步，就觉得比较有信心。我觉得是因为这个空间让我们决定要结婚了。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一起经营这个空间，我倒觉得我们其实不会想要结婚。在这个经营空间里面，彼此更认识彼此，所以会觉得更能去认真思考所谓。自己对关系的认定，然后有点是彼此肯定彼此。这3年，或许我们还没到达
财富的丰盛，但是我觉得我们至少在人这件事情是很丰盛的，我们可以越来越安定的去往我们想要的目标去前进。好可怕！哇！对，你们以前没遇过这么大的雨哈？没有，这是第一次。还好我们在这里，如果不在这里完蛋了。这是我们第一次淹水，3年来第一次，但是就如此严重。为什么下到这样呢？一开始没有想到会淹起来啦，淹起来的时候就会觉得 OK 好，我必须去淋雨了，就是去处理了。我没有很紧张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空间其实带给我们考验超多的。会倒！哎，要倒了。可能还没做这个空间的时候，我们两个都没办法这么坦然的面对这些生活中的突发事件。那现在反而就觉得，哦，好，那就是处理嘛。我们在这里生活过，我们在这里经营过这个空间，然后回头它来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谢谢这个空间把我们带到下一个地方。我们的目标是有机会可以去买房子，如果是在乡下啊什么啊，比较生活比较简单，我觉得可以的。台湾可以给我很多这样的机会。I want to say to him that I love him so much. That is the first and most important thing. I'm always here for him, no matter what. I am here for you, so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them. We have each other. I got your back. 其实对我来说，台湾是很重要的，因为这辈子，我一直找到一个地方对我很适合，但是后来没想到地方会找到我，就是台湾。我觉得台湾比我出生的国家是比较有自在，我非常非常感恩，非常喜欢，台湾是变成我的新的家，因为有一个大的原因是有你在我的旁边，那我非常非常很感恩，谢谢台湾。他们一路走来都不容易嘛，对不对？所以呢，走到这一步真的是非常的开心、感动。其实幸好有他，如果今天不是他，我们其实不会走到这一步。我会跟他讲说，哦，谢谢你那时候，那么勇敢做这个决定，也会很开心，他变成这样勇敢的自己。觉得你们两个有夫妻相哎，然后好像你好像看起来是 Phil， then you look like Pat。